Yo. Yeah, yeah, yeah. Yo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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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揀歌嗌咗你就會明，公司有公司規則，有啲規則冇寫出嚟，但個個都識，做多未必有獎，做錯一定有你份。小事唔使理你，但是輪到你識做嘢唔代表叻，識生存先係本事。我放工咯但係我啲今日咩都冇做過喎，我哋啲中情文字就係咁㗎啦，做撚下做嚟做去都係等出糧，咁返工有乜意義啊？等出糧咯！銀行入數勤力有鬼用咩？9點3出現，5點正就消失咗。準時打卡扮忙，先係專業操作。勤力真係會發達，鄉下啲牛全部都發晒達，一早住緊半山豪宅，朝頭早未瞓醒，逼巴士逼到上港屌你老味，邊個設計呢條線？返到公司打個卡，大家打撚完未啊？打唔俾你做人咩？扮下忙先至似樣，其實忙緊開 YouTube email 慢慢覆，電話慢慢聽，唔係唔做啊，係我個心未攞件成功，開會3粒鐘，內容一句都冇重點，屌呢啲叫會議。吹麵班啊！老細話大家一家人，一家你老母啦 ，OT 仲要當福分，福你條命咩？人工加多對我先，仲叫我燃燒生命，燃燒你個頭啊！我連回氣費都未交啊！日日返工都冇錢嘅，呢啲唔叫返工，係叫義工加坐監板。做到成家又幫你貼錢，呢啲叫陰公。陰公，做一最緊要識大調，到公司以為你離職咗。裁員風吹到埋身，個個扮小人，其實全部都係 Excel 勇士，名單傳咗10幾次，傳到最後發現冇我名，原來我係 NTC。我放工咯，但係咩都冇做喎，做咩啫？我已經完成生存任務，返工又乜嘢啊？等出糧咯，等出糧咯，等出糧咯，等出糧咯。Yo.